可能考。我好多東西都不知道是什麼嚟嘅。搞掂，有冇完成？我揾到巴士冇人。呢度咧，第一個、第二個，呢度都唔夠高。噴後影，又剩咗一個金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紅蛋、8、9、10、11、13。唔係好想㗎。2002年嗰個。搞錯。上面嗰個橙色係2022年嗰個南村去市嗰架。然後呢度又有一個橙色嘅金蛋、白巴、金蛋。哦，唔係呢個唔係呢個金巴、金蛋、紅巴。仲有個唔知乜鬼嘢，不過我屋企人金搞掂，金蛋之後陸運搞掂。哇！喺呢度有埋出球灣嚟乜㗎？好多牌喺呢一度。喺邊啊？你喺呢度可唔可以揾到1A啊？嗱，俾你10秒時間。我喺呢度揾唔揾到1A啊？同埋光頭裕民坊。答案係喺呢度，呢度有1A，呢度觀塘裕民坊。哇！呢度翻嗰度啦，呢度1A啊，呢度觀塘裕民坊啊，呢個 Union Square 啊。你唔好錄，撳。今日完啦。